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海巡人员敢会当放行无许可文件的中国人上花呢？澎湖有一个姓林的副所长洪亚康，讲进前拄着为中国来澎湖觅风台的船只，并无照规定来处理，是记载因自由上花来澎湖拍走。这个副所长甚至甲这中国人讲，只要我点名时阵，恁有地理就好。啊，恁若乌白走，若互掠着，就爱管理负责。这样影片即马互流出来，而且中国迄边的民众嘛，甲这个画面传去的网络顶，惊体讲，咱的海巡是正松灵。这是互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正生气，痛骂讲这天兵执法是嘻嘻哈哈，讲直接移送法办。伫咧澎湖闹热的中正路踅街食物件，不过其实这中国籍游客若无扣核准的话，就袂当爬上花。我知道你们今天上午也跑掉了啊！为了避免这个人偷走上花，干巡队派出副所长定时来到游艇顶点名。不过伊面知影有人偷走，若无咧，佮讲我来点名的时候你们要到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一定会说，就我有去管制你们。好，是你们自己跑掉的。对对对，跟你没关系。这中国人是为泉州出发，本地是要去日本的 Okinawa， 不过行程内底拄着风台，所以就来到澎湖觅一个。想到海巡的副所长无照规定来处理，和中国人自由行，佮公开别的管理单位班表。很惊他们懒，所以你通知他们，他们可能出来。等下他们上班之后，可能东摸摸西摸摸，接到通知，好，我再慢慢的出来。到底能不能登陆呢？请看啊，台湾海巡署的小哥怎么说。中国人嘛，家己翕影片，互网友来看卖，要安怎轻轻松松来到台湾的土地。最后海委会主委关碧玲直接伫咧人面前骂，天兵嘻嘻哈哈笑亏执法，互伊看个真生气，直接移送法办。放这些人来，还跟他们说台湾的海关那其他人员都很懒散，这是一个很离谱的状况啊。那这个副所长很显然他不知道自己的职务是什么，还是因为海巡在内部影片疯传才看到的。所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第一案，还是已经习以为常？内部管理如果不彰的话，你要让国人怎么样相信我们政府有捍卫保护台湾的决心？一个海巡副所长即摆已经互调离开主管职，乌白互中国人爬上花，确实已经不都担起守护台湾的任务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